61. 因买创啥？62. 阮老爸在做老师。63. 有人无爱用万年笔写字。64. 恁阿姊有真侪鉛笔无？65. 鉛笔你无爱用，是无？是，我无爱用鉛笔。66. 你袂用啥物？67. 阿明还袂来读册，是无？是，伊还袂来。68. 阿管还袂买读册。69. 这是阿华的圆珠笔，是无？70. 迄毋是阿强的，是无？是，这毋是伊的。71. 我毋钱互伊。72. 阿明有在食饭无？73. 我还袂食饭，你食未？74. 阿峰还袂来读册。75. 学生要去读册。76. 陈先生去台北啊。77. 阿华，你要去台北创啥？78. 阿管真爱去台北，我嘛真爱去。79. 阿峰无在读册，在讲话。80. 王先生去台北未？